多謝大家使用西門子，依家就同大家介紹返西門子嘅嵌入式雪櫃點樣使用同埋保養。呢部雪櫃嘅淨容量有110升，採用變頻壓縮機，有輕觸式嘅控制顯示屏，配有 HyperFresh 0度保鮮格，有極速冷藏同埋冷凍功能，原產地係德國。輕觸式嘅控制顯示屏位喺雪櫃嘅最上方，下面就係冷凍室，用嚟製冰或者存放急凍食物嘅地方，而冷藏室最底部就係 HyperFresh 0度保鮮格啦。控制面板位於雪櫃嘅最上方，撳住開關掣3秒呢，就可以開咗個雪櫃噶啦。撳住向右箭嘴就可以選擇所需嘅溫度。雪櫃建議嘅溫度為4度。喺存放大量常溫食物之前呢，可以先開啟極速冷藏同埋冷凍功能，雪櫃就會最快嘅速度去製冷噶啦。24小時之後呢，就會自動關閉呢個極速製冷功能噶啦。當需要儲存新鮮肉類嘅時候，建議放喺 HyperFresh 0度保鮮格。HyperFresh 0度保鮮格嘅溫度係接近0度，可以更好咁樣保持肉類嘅新鮮程度。關於注意同埋保養事項方面呢，請定期檢查有冇過咗期嘅食物。第一次用之前呢，記得等雪櫃完全凍晒先放入食物。請等啲食物凍晒，我哋先放入雪櫃，以免櫃內嘅溫度上升，影響埋其他食材。請使用雪櫃專用清潔劑去除污漬。雪櫃嘅內壁可能因為冷凝作用出現水珠，咁係屬於正常現象嚟嘅。